我们中译呢，就是讲到唯识宗的部分。那唯识宗呢，它是起源是从何而来的呢？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二大车轨，那也就是呢，在解释佛陀经论里面呢，那最主要呢，就是由二大车轨呢所来解释佛陀的这个经教。那在解释经教部分呢，我们知道说二大车轨呢，就是龙树以及无着二者。那龙树呢，它是中观的大车轨。无着呢是唯识的大车轨，那龙树菩萨呢，他是中观大车轨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照了理据六论呢来解释中观的内容。那无着菩萨呢，他成为唯识派大车轨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照了五谛论的缘故。无着菩萨呢，还有龙树菩萨呢，他们呢都是世尊呢所受记的这个祖师。那无着菩萨呢，他最主要是从佛陀的哪一些经教呢来解释唯识中的这个见解呢？那最主要呢就是从三转法轮里面，也就是从解深密经或者说呢三摩地网经呢从里面然后来解释唯识中的中义。那我们在解释三转法轮的时候呢，那会解释到说初转法轮呢，它是小乘不共的经教，或者说呢，它是声闻乘不共的经教。那二转法轮呢是大乘不共的经教。那为什么说初转法轮它是小乘不共的经教呢？因为它最主要的所化机呢，就是一切有部以及经部中的这些中义师，也就是最主要的所化机呢是小乘中义师的缘故呢，所以称为小乘不共的经教。那二转法轮呢称为大乘不共经教呢，最主要呢是从中观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因为二转法轮呢阐释了中观不共的这个见解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为大乘不共的经教。那这最主要的依据呢，也是出自于三转法轮，也就在三转法轮里面呢，解释密经当中的释应身请问经呢。那在释应身请问经里面，它会讲到说呢，就是声闻乘呢，它称之为是小乘。那也就讲到说呢，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它清净安立了这个小乘的这个见解。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清净安立了小乘的这个见解。那这边讲的三转法轮清净安立小乘的见解呢，这边的小乘呢，并不是我们一般讲到说是声闻种性的这一种声闻。他这里讲的是三转法轮呢，它是声闻乘声闻清净安立声闻乘的这个见解。那这边的声闻乘呢，它并不是指说我们讲的声闻独觉里面的这个声闻，这里所讲的声闻呢，指的是说我们中医里面的小乘，也就是说它所指的呢是指小乘的中医师，并不是指说小乘的这种声闻的行者。那所以他这边讲的说是声闻独觉二派，那这边声闻独觉二派呢，并不是特别是指说小乘的这一种行者，而是指小乘的中义师。所以在讲到说三转法轮清净安立了就是声闻乘的这个见解的时候呢，声闻乘指的呢是指说下部中，也就是经部中还有一切有部的这个中义师。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二转法轮。那我们讲到说二转法轮，刚好提到说它是属于大乘不共的经教。那大乘不共经教最主要缘故呢，就是因为它的见解呢，就是为大乘的这些中义师呢，它的主要的所化机是为大乘的中义师，所以以中观派来说呢，就是二转法轮，它是为大乘的中义师呢，它才是二转法轮的所化机。那不过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中观派还有分为秩序派及应成派，所以二转法轮呢，它的主要所化机，就它的直接所化机跟间接所化机呢，就是这是有所差别，就是两派在安立的时候呢是有差别的。那这边我们就暂时不多做解释。那接下来呢，就是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那唯识宗呢，它同样呢也是承许说二转法轮呢，它是大乘不共的这个经教。不过呢，它在区分这个大乘不共经教的时候呢，它是把二转法轮呢，就是分为就是自义的所化机，就是
字词上的所化机以及意义上的所化机。那字词上的所化机呢，就是我们讲的字面上的这个所化机呢，字面上的所化机呢，就是像中观派，因为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它最主要的字面上所讲述呢，就是诸法呢是自性不成立的，但是唯识宗它在字面上它并不承许诸法是自性不成立，所以他说呢，二转法轮字面上的这个所化机呢是中观宗，但是意义上的所化机呢是唯有唯识派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在唯识宗呢，他们也承许说中转以及三转法轮的所权益呢是一样的。他既然讲说中转和三转就是最后二转法轮以及三转法轮的所权益意思是一样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主要的所化机呢还是他们唯识宗，因为从意义上来说呢是对唯识宗所讲的，不过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是对中观宗所说的，所以唯识宗它同样也是承许呢二转法轮是为大乘的这个经教，不过呢就是有字面的所化机以及意义上的所化机，那唯识宗是属于意义上的所化机，那字面上的所化机呢就是中观宗。所以呢，在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它是承许呢，就是二转法轮呢，它的主要的所化机呢还是唯识宗，因为呢，在二转法轮它最主要呢所显示的这个意义上呢，是完全符合唯识宗所讲述的，因为唯识宗呢，它是以就是三种无自性性呢，然后来解释就是二转法轮以及三转法轮，所以他认为呢，二转法轮最主要的这个所权益呢，同样呢也是三无自性性。那他在解释三无自性性的时候呢，就解释到呢，片剂值呢是相无自性性，那依他起呢是生无自性性，缘成时呢是胜义无自性性。所以以这个三无自性性来说的话呢，是完全和唯识宗所讲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呢，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它的所权益呢，最主要的所化机还是唯识宗，而且唯识宗他会认为说呢，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二转法轮的唯识宗呢是立根的唯识宗，在三转法轮的唯识宗呢是顿根的唯识宗，所以他是这样去做区别的。那为什么说就是唯识宗呢？他认为就是二转法轮所化机的唯识宗呢是立根，是三转法轮所化机的唯识宗是顿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唯识宗呢，他承许说三转法轮呢是解释二转法轮的密意的，就是三转法轮它最主要呢是在解释二转法轮。他是把二转法轮的密意呢，就是完整的呢做一个宣说的呢，是在三转法轮的时候。但是呢，二转法轮的这个唯识宗的所化机，为什么称之为它是立根呢？因为它对于二转法轮的所权呢，它不需要依靠其余的经典，它光从字面上，它就能够完全理解到就是三无自性性的意思，它不需要再透由三转法轮这个解释呢，才能够理解三无自性性，所以它仅凭着二转法轮所讲述的内容呢，它就能够证得三无自性性，所以唯识宗呢认为二转法轮的所化界这个唯识宗呢是立根的唯识宗。那为什么说唯识宗呢？它承许三转法轮的这个所化机呢是顿根的所化机呢？那就是因为呢三转法轮的这个所化机呢，它对于二转法轮的这个密意呢，因为它无法通达的缘故，就是二转法轮的密意呢，它无法从二转法轮直接了解，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就是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它的所权益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三转法轮有情它是顿根的所化机缘故呢，所以它无法从二转法轮呢了解到二转法轮它的显示义，它要依靠着其余解释二转法轮的经教，也就是要依靠三转法轮呢，它才能够了解二转法轮它的显示义的缘故呢。所以相较于二转法轮的所化机呢，三转法轮的所化机呢，就是属于顿根的所化机。同样的呢，就是为什么说唯识宗呢，他也承许说二转法轮还有三转法轮呢，都是大乘不共经教的缘故呢，就是因为解深密经呢，同样出自于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它有讲到说呢，就是二转法轮呢是清净安立大乘，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承许说初转法轮呢是属于小乘这个经教的缘故，是因为说在
解释密经讲到说，初转法轮呢，它是亲近安立了声闻乘。那同样呢，在解释密经也讲到说，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亲近安立大乘。中观中呢，对于说三转法轮来说的话呢，那在各个主事的程序呢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呢就先讲述，就是以中观中来说的话呢，他认为三转法轮呢就是唯识中不共的这个经教，他只承许呢三转法轮它的所化机呢就是唯识中。那有另外一种讲法是说，承许呢，就是以中观中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三转法轮呢是共通的这个经教。那共通经教意思呢，就假如说三转法它的所化机呢，其实是有小乘也有大乘的缘故呢，所以叫做共通经教。那至于说就是在以见解方面来说的话呢，中观中承许说三转法轮呢是为唯识中不共的这个经教。那同样的，以唯识中的角度，他也是认同说三转法轮呢是为唯识中的不共的经教。那同样的呢，就是出自于解深密经。那解深密经呢，就是有讲到说呢，在三转法，就是在解释它的所化机的时候呢，讲到说三转法轮呢亲近安立一切乘，所以才讲到说三转法轮它的所化机呢，就是讲到共通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所化机同时有大小乘的缘故。那这里呢，我们就是从就是讲到唯识中呢，它的依据呢是什么？因为唯识中的依据呢，最主要依据呢就是出自于三转法轮。那顺带呢就讲到了说三转法轮呢，它的所化机以及呢它的所权为何。刚呢所讲述到的呢，就是唯识中的这个部分。那从宗喀巴大师呢，他在抉择唯识中见解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我们刚讲说整个唯识中，它主要的依据呢，是以就是三转法轮，像是解深密经或是三摩地广经呢，来做唯识中的依据。那宗喀巴大师他本身呢，在抉择唯识中的见解的时候呢，他最主要依据呢，就是依靠着就是我们知道持世菩萨呢，他有造了就是五部论嘛，五部论点。那这五部论点里面呢，最主要呢就是依据的经庄严论，就是我们其实在讲持世菩萨的持世五论的时候呢，持世五论会讲到说两个庄严论，然后呢两个就是讨论他见解的。那两个庄严论里面就是经庄严论还有现观庄严论。那不过呢，在讲述唯识中见解的时候，最主要不是依着现观庄严论，最主要是依靠着经庄严论。那除了持世五论，除了经庄严论里面呢，那也还有依靠着就是辩法法性论，还有辩中辩论。所以以持世菩萨的这个著作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唯识中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经庄严论、辩法法性论还有辩中辩论这三部。那刚讲到说无洲菩萨呢，他造了就是五谛论嘛，就是五部谛论。那五部谛论里面呢，最主要呢就是最主要就是依靠着五部论呢，还有两部摄论呢，然后来解释这个唯识中的见解。那以五部大论来区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讲到五部大论一开始学习释量论的时候呢，那释量论呢，我们会讲到说它是共经部还有唯识中的见解，就讲到说呢，经部中还有唯识中呢，就是共经部还有共唯识的见解呢，那是释量论。那到了现观的时候呢，现观最主要呢就是我们现观的主体。那从就是我们讲说现观庄严论有八品嘛，那八品里面呢，它的主体的这论点呢，主要是以秩序派的见解为主。那在秩序派里面呢，又最主要呢是以瑜伽行秩序派。为什么是以瑜伽行秩序派为最主要的见解呢？因为在现观里面呢，它是不承许有外境的，所以它在不承许外境这一点是随顺于唯识中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瑜伽行秩序派嘛。所以现观呢，学习五部大论，在学习现观的时候，最主要依的见解呢是瑜伽行秩序派。那当然在现观里面会提到了不了义，还有像是阿赖耶识的部分。那现观里面呢，了不了义以及阿赖耶识的部分呢，最主要呢依的呢是唯识中的见解。那俱舍呢，还有戒论呢，最主要呢就是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的见解。那中观中呢，就是最主要呢是学习中观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中观的见解。那在中观的见解里面呢，最主要呢是应成派的见解。为什么最主要是应成派呢？因为最主要依据呢就是依据的宗喀巴大师的
陆中论善写密意书。那陆中论善写密意书呢，或是陆中论，它最主要呢就是在解释龙树菩萨的这个根本慧论。所以呢，中观的最主要的见解呢是应成派的见解。那现观里面呢，为什么说现观，或者说我们从学习地道开始，就是跟现观有关系的，就是地道的这个案例，地道的建立呢，一直到现观呢，都是以瑜伽行秩序派的见解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在现观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说呢，就是在讲到说声闻、缘觉还有大乘所修的时候，他在讲述到缘觉所修的时候呢，讲述到缘觉他最主要修的呢，所修的见解呢，就是不承许外境，他不承许有外境，他承许二相隐没，他的二相隐没指的是呢是无外境的这一点。所以这个无外境的这一点呢，你又是秩序派又不承许外境的呢，那就只有瑜伽行秩序派。因为呢经部行秩序派呢，它是承许有外境的。所以以上呢就是对于五部大论呢各自最主要的见解呢，然后来做一个案例。为什么说在现观里面呢，在解释在讲述到了不了义呢，还有在讲述到就是阿赖耶识的时候呢，最主要是以唯识中的见解来做解释呢？因为我们这里呢就讲述到说，我们这边就知道说在解释了不了义的时候呢，就是要去区分到说，就是为什么呢？初转法轮呢，就是在生一生请问经的时候呢，生一生菩萨他就是发问到说，为什么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讲诸法都是第十有，那二转法轮之后呢，讲述诸法都是第15。所以呢，为了解释说初转法轮以及二转法轮呢，它是没有相违的。那没有相违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在解释就是透由三转法轮的时候去做解释。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无论是中观或是唯识呢，它都承许说三转法轮是唯识中不共的这个见解。所以呢，因为最主要是依靠着三转法轮在解释的缘故呢，所以呢，在解释了不了义的时候，就是在现观里面解释了不了义的时候呢，是以唯识中的见解呢来做解释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阿赖耶识。那讲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一定是唯有就是唯识中了。因为呢，无论是一切有部，或者说经部中，或者说秩序或是应成派呢，都是只有承许6识而已。但是呢，唯识中呢，它承许8识。因为我们讲到说阿赖耶识呢，就讲到了8识。那8识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五根识，然后呢，还有第6的意识。那第6意识之后呢，然后就会讲到第8识，就是阿赖耶识。那因为有阿赖耶识缘故呢，所以就会有一个执持阿赖耶识的我执。那这个执持阿赖耶识的我执呢，就是我们讲的第7意识染污识。所以呢，安立8识的呢，就只有唯识中的缘故。所以在讲述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呢，也是依靠着唯识中的见解去做解释。那所以我们这边所讲述到的呢，就是讲到说在学习现观的时候呢，所学习的这个了不了义呢，是以唯识中的了不了义，就是抉择唯识中的了不了义呢来做解释。那就像刚所讲述到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看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呢，他一开始呢就讲到说依止的2个科判，最主要2个科判呢，就是依止解深密经，还有依止的无尽慧经。那依着解深密经去做了不了义解释的呢，就是解释三转法轮是否相违不相违的呢？那这个是唯识中呢它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它就是依着解深密经，然后去解释就是为什么初转法轮这样说，然后二转法轮这样说。所以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要去解释到说前面2个法轮呢，其实是世尊它的密意呢是没有相违的。所以这个呢是由解深密经去解释的，所以这个呢是归类在就是唯识中的见解。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他在解释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他最主要他在抉择了义和不了义的时候呢，他是依着无尽慧经呢去解释了义以及不了义的意思的，所以才会讲述到说为什么在现观里面的了义不了义呢是属于唯识中的见解。那后面呢就是依着无尽慧经的这个了不了义呢，它是属于中观中的见解。因为在现观里面呢，他在解释了不了义的时候呢，是在第一品的时候。那第一品呢，就是会有一个
有一课的内容呢叫做法轮。那在解释法轮的时候呢，除了解释法轮的体性是什么之后呢，然后讲到说法轮呢分为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那在讲释到初转、二转、三转法轮之后呢，就会去解释它的性向、它的定义。那透有解释它的性向和定义之后呢，然后就会发现说，三转法轮看起来好像是相违的，所以为了解释说初转跟二转呢，世尊的密意是没有相违的缘故呢，所以就引用到了就是唯识中部分，就是了不了义的部分。那这个是第一次呢会提到了不了义，所以这边第一次讲到了不了义，在现观呢所用的是唯识中的见解。那第二次讲到了不了义呢，就是学到中观中，那中观中还没学完之前呢，那这个时候又会探讨一次了不了义。不过这个时候呢，所引的了不了义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靠着无尽慧经的这个了不了义。所以在中观中学习的这个了不了义的内容呢，最主要的见解呢，是以应成派的见解呢来作为它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中义见。刚刚我们讲到说，在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解释了不了义的呢。那这个最主要呢是依着就是我们讲到三大师里面呢，就是依着福称大师的这个解释来说的话呢，福称大师他在解释法轮的时候呢，就把法轮然后就直接接到了这个了不了义，也就是唯识中的这个了不了义的这个部分。那还有的呢，就是为什么说会从这边呢会讲到法轮？为什么说在讲现观的时候会讲到法轮？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现观它的这个就是现观庄严论呢，它的归敬颂。那这个归敬颂，就大家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发给这个同学。就是归敬颂，我先念一下，就是求集声闻由片智，引导令去最极灭。诸热饶益众生者，道智令成世间利。诸佛犹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俱为声闻菩萨佛，是圣众母我敬礼。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这个归敬颂的话呢，可以帮忙发给同学，因为荣谢等一下会说这个解释。那这里就讲到说，就是现观庄严论呢，它的归敬颂呢，它归敬的地方不一样的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述到其他论点的时候，我们提到说归敬颂，它有的呢就是归敬就是一切诸佛菩萨，那有的呢可能是归敬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在现观庄严论，它归敬颂最主要归敬的对象呢是归敬三智。那三智呢也讲了说，我们讲的机智、道智，还有呢一切片智，也就是呢就是声闻，还有菩萨呢，还有佛心绪当中的这些智慧，它最主要归敬的呢是圣者心绪当中的智慧，所以它最主要归敬的对象呢是三智。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为什么现光庄严论呢，就是持世菩萨弥勒菩萨呢，他在解释他在造现光庄严论的时候呢，一开始他礼敬的对象呢要礼敬三智呢。那这里呢就可以从所依，就是我们讲到说三智的这个所依，还有方便以及果位呢来做说明。那我们讲到说三智里面第一个呢是机智，就是讲到说机智的所依呢是谁？那所依呢指的就是说修行机智的这个行者到底是谁？就是所修者。那这个所修的这个行者呢，他修了这个机智之后呢，方便就是机智本身，他修习了这个方便就是机智之后，那他能够获得怎么样的果位？所以最主要呢就是在讲说三智呢，它的所依、方便以及呢它的果位三者。所以同样的呢，机智的所依就是所修者是谁？那他修习了机智之后，他所获得的果位是什么？那同样的呢，道智的所修者呢是谁？是有哪一些补特伽罗呢？他会修学这个道智。那他修学道智之后呢，他所获得的果位呢又是什么？那同样呢，一切片智他的所依呢是哪一个补特伽罗？那依着这个一切片智之后呢，他所获得的果位呢是什么？那弥勒菩萨呢，最主要呢就是从这个三智的所依以及方便还有果位呢，然后从这三点呢来对三智做这个归敬。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呢就是求集声闻。那这边讲到求集声闻呢，第一个呢就是显示出机智呢它的一个所依到底是谁。那这边呢就是直接呢显示说所依者呢就是声闻。那声闻它最主要的求的果报是什么？求集。
求的这个极尽乐呢，也就是解脱，因为我们知道说获得解脱之后呢，就能够获得极尽乐，所以求极声闻呢，讲的是机智的所依，也就是直接显现出了声闻乘，那间接显示出了缘觉乘的这个有情，所以直接显示声闻行者，间接呢显示缘觉行者。那声闻行者跟缘觉行者，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他所追求的就是极灭，也就是呢解脱。那所以呢，这边我们讲到第一个呢，就是求极声闻呢，显示出了就是机制呢，它的所依，也就是呢声闻以及缘觉行者。那由片智呢，由片智就好像说，它所依靠的方便呢，就是靠着这个片智。那这里的片智呢，并不是讲说一切片智，就是这里的片智呢，指的就是机制，就是在藏文里面呢，就是它片智的这个词跟机制的这两个字呢是同义的。就是归敬颂里面片智的这个字呢，和机智这两个字呢，它是同义的，所以就是求涅槃，求这个极尽的这个声闻还有缘觉呢，它透由着片智，就是透由着机智之后呢，能够获得怎样的果位呢？引导令去最极灭，所以引导令去最极灭，就讲说透由修习的机智之后呢，他所获得的果位是什么？他所获得的果位呢，就是最极灭的这个果位。最极灭的果位就讲到说声闻以及缘觉，他们最主要的这个无余涅槃的这个果位，就是透由声闻和缘觉，透由修习机制之后，他能够获得完全断除苦地以及极地的这个无余涅槃。所以讲到说，引导令去最极灭。所以呢，第一句话呢，求极声闻由片智，引导令去最极灭。我们总摄来说的话呢，就是求极声闻显现出了，就是它最主要的所依呢，就是声闻以及缘觉道的这个有学道的这个行者呢，他依着方便，也就是依靠着机制，他最后呢能够获得引导令去最极灭的这个阿罗汉，就是小乘阿罗汉的果位。那同样呢，就是讲到第二句的时候呢，它一样，它也是依照着就是所依，就是所修的这个行者，然后以及依着道之之后呢，它能够承办怎样的果位。所以诸热饶益众生者，诸热饶益众生者呢，所讲的呢就是菩萨。菩萨它本身就是讲到说道之的这个所依呢，就是他喜欢利热饶益众生的呢，这个就是菩萨。所以第一个诸热饶益众生者呢，讲的是道智的所依呢，就是菩萨。那他所依的方便是什么？依靠着道智，依靠着道智，他能够承办怎样的果位呢？令成世间力。那世间力呢，就是他能够承办有情的利乐。就是菩萨呢，他依着道智之后呢，他能够承办果位呢，就是能够承办世间有情的这些利乐。接下来第三句呢，就是第三句在藏文的次第，就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所依，然后方便还有果位呢是不太一样。不过中文翻的时候呢，是翻成一样的。就是在藏文里面呢，它是先讲到说由具总相智，那这个由具总相智呢，就是指一切片智。所以在藏文里面，它其实是先显现了方便一切片智之后呢，才讲到诸佛。那不过中文的方法呢是一样的，就是从诸佛，也就是具备这样子智慧的呢，就是诸佛。诸佛呢，它因为具备了就是总相智，就是一切片智的缘故呢，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一切片智呢？因为我们讲到说，转法轮的呢，它最主要的不共真上缘呢，并不是机智，也不是道智。转法轮最主要的这个不共真上缘呢，是一切片智的缘故。所以诸佛呢，由着这个具总相智，也就是依靠着一切片智之后呢，宣此种种众相法。那这个宣此种种众相法呢，就是说依着这个不共真上缘一切片智呢，能够能够讲述出这个84000法运。也就是说呢，我们所讲的转法轮，也就是所以藏文的次第呢，他讲说一切片智，先讲到方便一切片智，然后才讲到说具有一切片智的这个诸佛呢，他靠着这个不共真上缘一切片智的缘故呢，所以他的果报呢，他是能够讲述84000法运，他是能够转法轮的。所以这边呢，就是同样呢，也是显示出了他的方便所依以及果位。
那最后一句呢？具为声闻菩萨佛，是圣众母，我敬礼。那这边讲的众母呢，就是就是要把前面三个呢，就是都引导进去。就讲到说呢，就是声闻众之母，然后呢，菩萨众之母，以及呢，诸佛之母呢，那要把它就是接上去。所以整个众母呢，是要连接到上面的，就是机智、道智以及一切片智。为什么呢？因为我讲到说，就是所谓的这个机制呢，它是声闻以及缘觉的这个因。这边讲的因呢，是指到说它能生的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声闻和缘觉的有情呢，它透由修习了机制之后，它才能够承办它的果位，阿罗汉的果位。那同样呢，菩萨呢，他因为修习了道智的缘故。他修习了方便道智的缘故，所以他才能够承办他的果位是什么？承办他的果位就是能够利益世间一切有情的这个安乐。那最后呢，诸佛呢，他依靠一切片智的缘故呢，他才能够承办他的果位是什么？也就是呢转法轮。所以呢，具为声闻菩萨佛，是众圣母，我敬礼。那这个众母呢，这边是示众啦。那藏文里面其实他没有讲这个数字啦，最主要那示众就是包含了这个独觉，因为刚刚讲说第一个呢是讲到声闻，就是直接显示声闻，间接显示缘觉，所以这边它是翻示圣众母，我敬礼。所以呢，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为什么会提到说转法轮？转法轮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法轮的这个内容呢，在我们讲述现观的时候，就是从归敬颂的第三句宣此种种众相法的时候呢，从这里引到了法轮。也就是说呢，一开始讲到说方便一切片智，就是由具种相智，然后呢。具这个种相智的是谁呢？是诸佛。诸佛因为有了这个一切片智的缘故呢，以一切片智作为他的不共真上缘，所以宣说了种种的这个法门，也就是宣讲了84000的法运，也就是转了法轮。所以从这里呢讲到了法轮。那在讲法轮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法轮呢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性相是什么，然后法轮呢又分为什么。所以在讲法轮的分类的时候呢，也讲到说就是经法轮以及教法轮以及正法轮。那教法轮呢所讲的呢，就是又讲到了就是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以及三转法轮。那在讲说初转四谛法轮、二转无上法轮以及三转善变法轮的时候呢，那就特别讲到说，那四谛法轮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二转无上法轮它的内容是什么？那四谛法轮跟无上法轮讲的好像字面上看起来是相违，那所以在善变法轮的时候呢，就去解释到说初转和二转呢，对于世尊来说它的密意呢是没有差别的。那在讲是善变法轮的时候，它最主要的说话机呢，就是唯识中的缘故。所以刚刚就讲到说，福生大师呢，他就是从在讲述法轮这个内容的时候呢，然后讲述到了了不了义，那就是从唯识中的见解呢，然后开始切入，然后来讲述到这个了不了义的部分。所以呢，这边就是讲到说，在讲述到了不了义的时候呢，就是前半段讲述唯识中见解的时候呢，就是从现光庄严论的归敬颂的部分呢，讲到法轮的时候，然后进而呢，就是连接到了不了义的部分。那对于说中观中呢，他在解释了不了义的部分呢，那就是等到学完现观，然后中观的课程还没结束之前呢，那就会讲述这个中观中的这个了不了义的内容。那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之后我们学习到现观的时候，在讲现观提到了不了义的时候，那还有呢，就是讲述一切片智的时候呢，在讲述到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再来解释到说唯识中它的见解是什么。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中义建立里面。那中义建立里面，我们上一堂课呢就讲到说，就是唯识实相派还有唯识假相派。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边继续做解释。那就是呢，对于今天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要讲唯识中嘛，所以也没有特别就是准备，就是想到什么呢就讲什么，所以就引了很多，就从法轮啊，然后这些就是讲了这么多的东西，没有特别就是好像一个次第呢来做这个先说。不过呢，就想说，就是因为透过这种方式呢，就是来讲解的时候也能够大家对于说唯识中它的一个见解以及它最主要的依据呢，有一个总的一个概念。
那这边呢，我们就是讲到了，就是上一堂课讲到说，就是唯识实相派以及唯识假象派。那唯识实相派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依经教型的唯识宗。那假象派的唯识宗呢，就是依理型的这个唯识宗。那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到说经部宗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依经教的经部宗以及依理路的这个依经教的经部宗以及依理路的这个经部宗呢，它的意思呢是差不多的，所以这边就讲说它有个别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名称。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唯识实相派以及唯识假象派。那这边对他们的性相呢，我们就再做一次解释。那唯识实相派呢，就讲是说，在凡夫心绪当中，就是直色根现前呢，它在显现出分色的时候呢，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这个所讲的出分色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色法，就是我们所讲的像是瓶子啊、柱子啊这种，就是为根识所行进的这些色法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出分色。然后在显现出分色的时候呢，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什么叫做无明习气所染污呢？无明习气指的呢，就是我执的习气。那我执习气所染污呢，就是被我执的习气呢所错乱，叫做我执习气，无明习气所染污。那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呢，就表示说，在凡夫的心绪当中呢，它的直色现前，直色跟现前呢，在显现出分色的时候呢，它不会被这个我执的习气呢所错乱，所以是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承许这样子的唯识宗呢，就是唯识实相派。那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就是唯识实相派呢，他所讲述到的这个出分色显现，就是直色现前，它在显现出分色的时候呢，这个出分色呢，指的就是指色出分的这个色法，就像瓶子、柱子等等。那它不会呢被这个我执的习气呢所错乱，所以这个呢是唯识实相派。但是这里要注意的呢，就是在讲到假象派的时候，因为如果我们光看这个性相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实相派跟假象派的差别，就是在说出分色法显现的时候呢，一个呢被无明习气所染污，一个呢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你假象派是不是他在显现色法的时候，他通通都是属于错乱之，因为他被我执习气呢所错乱的缘故。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到，虽然说两个呢都是讲到说显现出分色的这个部分，但是它两个显现出分色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实相派所讲的显现出分色的这个出分色呢，是讲到出分的色法，但是呢在这个假象派的时候，他讲说在凡夫心绪中直色跟现前当中呢，显现出分色的部分已被无明习气所染污的唯识中，它这里指的出分色呢，所指的是外境成立，并不是指色法。因为如果我们把这边看成就是出分色呢，是讲到说就是像刚刚所讲的是属于这些色法的时候呢，那就变成说我们直凭眼知呢，在显现色的时候呢，它已经被无明习气所染污，它已经被无明习气所错乱，所以它对于瓶子呢就会是错乱。那眼知对于瓶子是错乱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亮了。所以这边呢，在讲述到说假象派的这个出分色的时候呢，它的出分色的意思呢是外境成立的意思。所以就是说，它如果显示了外境成立的呢，就是显示说直射眼前它会显现外境成立的这个部分。那显现外境成立，就是因为它是被我执习气所染污的缘故。所以这里要分清楚，一个的出分色指的是色法，一个的出分色呢，显现的这个出分色呢，所显现的这个呢是外境成立，就是这两个呢要区分清楚。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就是虽然说两个呢都是写说这个出分色的这个显现，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实相派的这个出分色的下面呢，就是可以标明了就是色法或是具色。那假象派的这个唯识中呢，大家可以在出分色的下面呢，就是可以标明了这个是讲色外境成立。因为呢，如果我们同样把这个理解为色法的话，就比方说那直凭眼知或是直色眼知呢，它对于色法呢是错乱的。但是
直射眼知对于设法是错乱呢，这个是不论哪一个中医师呢都不会承许的，顶多，所以这边我们就要讲说，他所错乱的呢，直射眼知所错乱的呢，是对于设外境成立这一分错乱，并不是对于设法本身错乱，这个是要分清楚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假象派的唯识中的这个初分设性上的初分设的下面呢，就是标明这个是设外境成立，它是显现了设外境成立的部分，是已被无明习气所染污。所以呢，从这边呢，其实它就很明确的区分出了，就是为什么一个叫做唯识实相，为什么一个叫做唯识假象。所谓的实相呢，就是想要说，直射的根线前呢，它在显现色的时候呢，如同它所显现的这个初分色呢，是存在的一般，就是如同显现般存在，所以它是真实的，所以它的显现呢是真实的缘故，所以叫做实相派，就是它的形象呢是真实的缘故，所以它叫做实相派，就是如同显现般存在。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话的时候说，这个人说的呢是真实的，就比方说这个人说的是对的，这个人说的呢是存在的。所以呢，就从这边，从这个初分显现色的部分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光从这个性相呢，就能够显现出呢它是实相。为什么是实相呢？因为设法如同它所显现，如同眼知所显现一般呢是存在的缘故，所以是真实的，所以它的形象呢是真实的缘故呢，所以是实相派。所以呢，就讲到说，这边的初分设指的呢，就是指初分的设法。所以初分的设法呢，如同根线前显现一般，它是存在的，所以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就是实相派。同样的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假象派的唯识中，它为什么叫做假象呢？因为直射根线前呢，它在显现这个色自性成立的时候，色外境成立的时候呢，那色外境成立这个是不存在的缘故，因为色外境成立不存在的缘故，所以它把不存在的这个色外境成立呢，把它显现为就是色外境成立，所以它所显现的呢是虚假的。是虚妄的，是假的，所以它叫做假象派。所以这边是直接的翻成就是形象虚伪的唯识派，就是它所显现的这个形象呢是虚伪的，是假的，因为它显现了一个不存在的色外境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呢，因为它所显现色外境成立的这个部分是已被无明习气染污的缘故呢，所以它所显现的是假的，所以呢，它叫做假象派，因为它显现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外境成立呢是虚妄的，是假的，所以叫做假象派。所以我们在讲述到就是唯识中呢，它又分为就是实相派还有假象派。那我们在讲实相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说为什么它称为实相，称为实相派的原因是什么意思？那它称为假象，假象的意思呢又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字的时候呢，要去了解它的意思。那就是这里呢，就是在讲到就是我们讲说唯识中呢，它又分为就是随教型的唯识中，还有随理型的唯识中。那随教型的唯识中呢，就是我们讲到实相派；那随理型的唯识中呢，就是指的假象派。那讲到这里就想到就是现观还有个地方呢，它是以唯识的见解来做诠释的，就是现观里面他在讲到就是种性的时候呢。他在讲到种性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也是以唯识的这个见解呢来做诠释。那这个呢，就是到时候在现观的时候呢，再仔细的做解释。那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就是我们讲到唯识中呢，分为实相派和假象派。那实相派呢，就是随教型；那假象派呢，就是随理型。那无论是虽然说这边在性相的安立上呢是有差异的，那一个是讲到说色呢是一个是显现色法，一个是显现色外境成立，但是呢，无论是实相派或是假象派呢，他们全部呢都是承许外境不成立的，就是这一点呢是一样的，承许外境不成立这一点是一样的。那这两派还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刚所讲的，就是随教型呢，也就是实相派呢，它是承许就近三乘道。那随理型呢，就是假象派，它不承许三乘就近道，它只承许就是为大乘就近，就是就近一乘就是大乘道。
那就是所以随教行呢，它是承许到就近三乘道呢，它是承许有就近的声闻乘、就近圆觉乘以及就近大乘。但是呢，随理行呢，就是假象派呢，它不承许有所谓的就近声闻乘、就近圆觉乘，它只承许呢就是就近乘呢就是为大乘。所以就近三乘道呢，承许有就近声闻乘、就近圆觉乘的这些这个唯识宗呢，就是随教行的这个唯识宗呢，他并不承许说只要是有情呢就堪能成佛，他不承许一切有情皆能成佛，或是有情堪能成佛，因为他承许有就近声闻乘。那这个呢，也就是在现观在讲述种性的时候呢会提到的内容，所以才说在讲种性的时候呢，主要也是以唯识宗的见解来做诠释。那就是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呢，就是说他们是否呢在承许这个自证呢，是否都承许自证上面，那这个呢是有一些辩论的。那这个就是以后呢我们再来做讨论。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假象派是否承许显现外境成立的根识是错乱，是那人佛切说是的。那所以人们现在这边就是多做补充呢，就讲到说，就是只要显现外境的话呢，它是这个错乱之嘛。就是我们在一般在讲分别之的时候呢，我们承许说只要是分别呢，就是错乱之。那同样呢，我们在心类学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就是关于这个量的性相的现前的性相，在讲到现前的性相是讲到说以分别且无错乱的这个了知嘛。那不过唯识宗在安立现前的性相的时候，他并不会安立以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知，因为他承许呢就是眼知呢它是会显现外境成立的缘故，所以他在安立现前性相的时候，他并不会承许说眼知它是无错乱的，所以他承许说以离分别且由坚固习气所生的了知呢，这个是现前的这个性相。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安立一个并不是说无错乱的这个东西呢叫做现前，他要安立说以离分别且是有坚固习气所生的了知呢，这个叫做现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承许呢现前呢都是会显现外境成立的。所以呢，虽然说他也承许说分别呢都是错乱之，他也承许呢就是根知或是眼知呢都是错乱之，但是他们错乱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刚讲到，就是他承许眼知是错乱，直摄眼知错乱，并不说直摄眼知它对于色错乱，并不是对于色错乱，它是对于色外境成立。色外境成立错乱，并不是对色错乱，所以这个呢是要区分清楚。所以虽然说分别知还有呢根知呢，它都承许是就是唯识宗，它承许分别知和根知呢都是错乱知，但是错乱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分别是错乱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因为异共相，因为直色的分别知呢，它把色的异共相呢非色显现为色呢，所以它是在异共相的方面错乱。但是呢，直色的眼知或是直色的根知呢，它并不是对于色错乱，它是对于色外境成立这一点呢，色并非外境成立，但是把它显现为色外境成立这一点错乱，而不是对于色本身有错乱，这个是要区分清楚的。那我们解释的就是清楚一点的话，就是说呢，根知呢，它是对于色外境成立这一点错乱，根知并不是对色错乱。那根知它为什么对于色外境成立会错乱呢？根知对于色外境成立这一点错乱的缘是什么呢？它对于色外境成立错乱的这个缘呢，就是因为无明习气所染污的缘故呢，所以他才会把色不是外境成立这一点呢，显现成色外境成立。那就讲到说，为什么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假象派的唯识中呢，这里所讲的安立性相的时候，讲说直色现前呢，在显示初分色的时候呢，要把它安立为就是色外境成立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初分色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安立两个，就是要么就是安立为就是色本身，但是如果安立为色法本身的话呢，那就变成说。
就变成说，他程序说，凡夫心绪当中呢，它的直色现前呢，在显现色的时候呢，显现色本身的时候呢，已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就表示说，我们所显现的这个色呢，是如显现般不存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根知所显现的色呢，它是不存在的话呢，那就没有任何的色法可以安立了，所以是没有办法去安立这个色的。那没有办法安立色的时候呢，就变成说你只能去安立色外境成立这一点。那安立为什么说这个边的初分色要安立成色外境成立呢？因为它在显现的时候，直色现前，它为什么会显现色外境成立呢？因为它显现色外境成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眼知呢，就是这个根现前呢，它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无明习气呢，我们讲的就是我执的习气。那被我执所染污，那我执所执持的这个我是什么呢？以唯识中来说，他所执持我执所执持的我呢，就是外境成立。所以这个时候呢，讲到初分色显现的这一部分呢，所显现的这个初分色呢，就变成说你不得不安立色是外境成立的这一点。